新闻头记者来关心，伫咧婚姻有家长是指控讲，伊4个月大后生送去互年母照顾，说是雄雄来送病院的急诊，发现讲伊的头壳内底有出血，有可能是受到人虐待。因为这个年母是拢无要回应，干那讲交予司法来处理。婚姻管府也已经下令先停止这个年母来照顾囡仔的介入调查。4个月大的查甫婴仔倒伫安大医一直哭，边仔李母先安大家的囡仔所来出卡太安大医。另外一段监视器翕到李母抱查甫婴仔，也毋过阿妈棍抱人抱无物件捡着。婚姻后背一位家长指控车上下头囡仔突然昏迷，病院检查发现有脑内出血，怀疑是受托的李母虐待。不是心痛可以说的，你就看到你的儿子这样子被粗鲁的对待，开出来的证明就是颅内出血的状况都是外力造成的。41岁王小姐家先生做7公婴仔，去年11月早产生后生，今年1月底甲生产的义母签约以每个月15500块受托，结果还未2个月就发生遗憾的代志，病院诊断发现查甫婴仔有倒病脑炎、双病眼脑膜下出血，眼盘亲像是受热性脑伤，由院的家属被帮治疗。接到通报之后，已经即刻勒令这位保姆就是暂时停托。那只是这个伤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外力的造成，或是病理的因素为主？我想这个部分也确实要等相关的一个报告，我们才能够做比较聚焦的一个讨论。先生李母无愿意回应，只讲一切交予司法处理。婚姻管府表示，这位李母去年底才拄摕到证照，查甫婴仔是受托第一个囡仔，无精神下令停止受托。后续会由社政甲警方介入调查，赔偿敢是有虐待婴仔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